老师，我姥爷没了，想请个假。你回去你姥爷能复活呀？请假也行，回来给我带个火化证明。我去你个！你没家人跟你说这种话呀？你爹妈死了你也回去呗。今天你不给我嫁，我姥爷就上来给你带走。假条给你，你走吧。咋的？我给你发消息你没看到吗？我上课来着，老师。别找理由，你以后对你领导也这样吗？你算个领导，学生给你发消息你就装死，你给学生发消息就要求随叫随到是不？你个双标狗！请见导员，我有点急事想让你帮帮我。啥急事啊？就是你职称啊。我是个老师哦，哎呀，我还以为滚出去！老师，你要干嘛？对，我想问问学校管不管咱们学生的单身问题？别说你了，我都40多了，我还打过棍儿呢，学校也不管我，学生也讨厌。老师，你还有我。